特友朋友们，大家好！现在已经开始下雪了，这个雪从早晨到现在一直没有停过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，像北方地区，冬天如果下雪以后，不管是种植的大蒜、韭菜、葱、菠菜，还是其他的蔬菜，我们都可以在上面给它盖上厚厚的一层雪。因为雪是一种好东西，雪既能够保持土壤湿润，避免土壤干旱，又能够起到防冻保暖的作用。现在大家看一下，我种植的韭菜、大蒜、葱、菠菜，现在都已经被雪覆盖了。等不下雪以后，我再在上面给它盖上一层雪。所以说，像北方地区，在冬天如果下雪以后，我们不要忘了给大蒜、葱、韭菜、菠菜等越冬蔬菜给它盖上一层雪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